之后他们便不再损坏有情的生命。从而，那这个里面呢，就是为什么说之后他们便不再损坏有情的生命，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要做布施的很多的对敌，就是各种各样的恶鬼、非人，他们那就是神通广大，很有威力的。但是这些恶鬼呢，就是恶鬼当中呢，就是有一个怎么说呢？恶鬼是各种各样嘛，就是相当就是各种各样的魔鬼也好，然后就是恶鬼也好，还有那个怎么说呢？是爱有等等的各种各样。所谓的是爱是什么意思呢？不是障碍给众生的，他的所谓的就像那个就对众生的伤害是无穷尽的，他一生当中都是做对众生的伤害这样的鬼，他们呢就是主要是这样，就虽然没有在地狱当中，就在恶鬼当中，但是恶鬼当中的过程呢，就是他一直都是造业，到最后达到了他要真正的可以下地狱的这个业障的这个重量，所以就最后就下地狱。所以也非常非常的痛苦。从这些里面能够可以救回来的这些恶鬼是，不光是我们说今天救了一个人，让他就是要学习佛法，不光是这个样子的。那有些人呢，就是还是暂时不会下地狱的，还会有就是过去的业力还好，所以就这一次就是有获得了人生，不管怎么样也是上三道当中，他有一定的福报才会得到人生，不管是学佛没有学佛。但是他今生也没有造太大的业，因为当然人当中呢，就不是说刚是学佛的人没有造业，其他所有的人的造业呢不能这样讲，因为就是没有学佛的人也是有做些功德的，做好事的，做善事的，也没有造业的人是特别多嘛，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人来说到，那当然不是都死了以后会下地狱的那么就是还有很多机会，就是也许可能是一直要做很多次的人，也许可能他就是这一生当中他就只是做善事就是反正好事我就愿意做坏事我不愿意做等等这种的人，那他也是会有越来越好的机会跟因缘嘛。但是这些恶鬼呢，就是根本没有这些因缘，他就是一直都是嫉妒他人的好，然后就是为了自己，因为自己恶鬼呢就是并没有什么幸福跟快乐的，但是神通广大比我们人类更有神通更有威力，但是他内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慈悲心所以只想要伤害众生作为他自己的乐趣，自己很痛苦的时候，就像比如说这个世界上也会出现这样的人嘛，自己就是走投无路的时候呢，就是对社会不满意，然后做出一些对这个怎么说呢，公共区域当中做出一些伤害更多的人的，有这种的人也有嘛，对不对？人的当中也有这样的人嘛，那就是这大部分的恶鬼都是这样的一些想法，所以就这些非人，很多人都是经常都是说害怕鬼什么一些非人有这些恶鬼，这也是有一点点的道理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的性质是什么呢？主要是遇见他们，那就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说的话，也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会伤害你的，他们就像要伤害你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一直不断的造业，所以今天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烟供，那么熏到我们的盐的，然后就他们得到了丰富的食物以外，又得到了法的布施，所以自从那个时候，他就是真正的获得了满足。咱们有些获得满足嘛，对不对？得到满足，这个满足两个字是很有那个怎么说呢？内容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就是要这里讲一个满足？平常他们都是不满意，所以呢，就是自己的痛苦要转给他人，一直都是这样想，不满意自己，然后就是不想看到他人的这种幸福感、快乐，所以一直不断的在嫉妒。不然我们就是说，人类有的时候就开山
那就是有一些就是出现不顺利的、顺利的等等各种各样的说法嘛。实际上呢，就是今天就是金矿、银矿全部都是有一些非常威王的、非常有威力的恶鬼，都是守护者的。山有山的那个守护者，水有水的守护者，树木有树木的守护者。那些守护者都是什么？都是谁呢？都是恶鬼。但他就是守护了一座山，那个山整座山都是金银珠宝，但是他自己的那一生当中没有一点点能够可以享用这些金银珠宝、享受快乐的机会跟因缘，没有这个权利。但是执着在这座山就是我的，所以今天在这个山上一个人去采一个树木，他也是会发脾气，然后去惩罚那个人，他也就会造业。那他就是一生当中都是为了这个而非常的辛苦，但是呢，就是在饿着肚子的，所以叫恶鬼。连能够可以吃饱的，以此得到一点点满足的这些食物都得不到的，那就是有那么大的金银珠宝的山，对他也没有帮助嘛。但是众生的因缘跟幻觉执着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呢，我们作为法布施那么我们作为小小的财布施，以鬼的方式，菩提心的基础上做了一个小小的布施，对他们得到这么大的满足。所谓的满足就是再也不会有这种想不通的我的痛苦为什么他那么辛苦，我为什么那么痛苦，我把这个痛苦转让给他，这种想法是就放下，所以得到满足，所以非常非常有功德的。因为今天呢，就是刚好这里面也是出现了这个内容嘛，所以我们每个月都是有做慈悲利众的法会。那么慈悲利众的法会时间长了，很多人认为可能都比较普遍了，那也是会有一种人平常都是细心研究是非常严重嘛，所以呢，就是慈悲利众法会，我们的法会是严公不是严公，挺久了好像不是严公我们经常都做嘛，好像不怎么样，会这种问题也是会产生的。所以呢，我就今天也是特别的介绍一下所谓的这个烟供的功德，还有放生的功德这些。那么所以他们就是得到这些布施以后，他们也不会再去伤害其他众生的生命。所谓的伤害怎么说呢？有情的生命，有情的生命是什么？比如说今天一个恶鬼，他伤害的对象就是他自己的妈妈，生生世世当中是他的妈妈。当然这个恶鬼也是我们的妈妈，那么我们也是他们的妈妈，所以就是互相就是作为妈妈的这个吃素，就像龙树菩萨说的一样，我们今天就是一个恶鬼做过我们的母亲的吃素是数不起来的。那我做过这个恶鬼的妈妈的吃素也是数不清楚的。那么如果是要去说的话，一个众生做过另一个众生的妈妈的吃素呢，就龙树菩萨就是说整个的地球的这个整个的泥土，把它做成一粒一粒就像柏树枝一般的，就像一个念珠一样大小的一粒一粒的泥丸的话，那么整个地球的这个泥土都是不够做一个众生做个另一个众生的妈妈的次数都是这么多，所以根本就是不在我们实践的能够可以在怎么说呢，那个数字的一个范围当中，所以就已经是非常非常长的一个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数量。从这里我们看得到佛陀所讲的轮回是没有头的，轮回是就无量无数的时间。轮回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说哎呀我在轮回里面等等，有些人会说，有些人就是怎么说呢，没有学习过佛法，只是听到一些就是说就是所有的众生是我们的母亲呀妈妈什么的时候，他们都那会就根本就想不通啊，那就是这么多的人都做过你的母亲，那你在这个轮回里面多久的时间？那如果是从一个没有学过佛法的人来说到整个这个地球上的就是70几亿人的70几亿的这个人都做过你的母亲的话，你可以在这个轮回里面来过了70几次，每一个人都做过你的一次母亲的话，也是你来个70几亿次，以这样的想法。但实际上来说到，就是70几亿不是什么一个，对于这个轮回的长短来说到，就不是什么一个数量。所以而且佛陀说的也是不是说是刚是人类
所有的众生，包括恶鬼，包括地狱的众生。那地狱的众生跟恶鬼的众生的数量来说的话，也是，那么就是从这里就是比例到我们人的数量是最少的嘛，对不对？那么就是在地狱的众生跟恶鬼的众生，地狱的众生如同在晚上的星星一样，那么在比较它的话，那恶鬼的众生是白天的星星一样。那白天我们几乎都看不出来什么星星了，对不对？天空，所以就根本没有办法比较的。那么在恶鬼的众生是如同在整个大地的泥土的那个怎么说呢？那个灰尘一样的话，那么在出生的众生是在我们自己的指甲上能够可以放的这个灰尘一样的上量。所以完全没有办法比较。那刚是出生跟人类比较起来，那就我们就是清清楚楚的，整个的大海里面的动物，在整个的这个地球跟大海的这个面积就可以马上算得出来，人比较多还是出生比较多。那就是而且在这个不在大海里面的，就是善区的这些众生，在一个蚂蚁窝里面的人类，巴车仁波切有在这里《无限上师言教》里面也是有讲，整个的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数量跟一个大的蚂蚁窝的蚂蚁比起来，也是蚂蚁窝的蚂蚁是最多的啊，超过了我们人类的世界。那所以就是一个大的蚂蚁窝里面，就是应该是不只是70几亿的蚂蚁了，就是应该是上百亿的蚂蚁。所以这样去算的话，就是我们人类众生才是最少的。那么在这个人类众生里面呢，就是在能够可以学习佛法的人才多少？那么接触佛法的人才多少？接触佛法的人里面真正的学习的人才多少？真正学习修持里面修得好的人才多少？所以这样就想，那么修得好与修得不好，就是有各种因缘。有些人很想修，但没有时间，没有条件，经济条件不好，家庭条件不好啊。比如说很多人说，哎呀，我的家庭很圆满，很幸福，但是一直不断的就要忙这个家庭啊。那么夫妻感情好也好，小孩啊什么各个方面好的情况下，也是一直要忙这个。就是从时间上来说的，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你幸福的一个家庭。但是从修行上来说的，又变成了一个你的修行的障碍。那么你也是整天到晚不顾这个事情。今天如果是家庭有什么，就是要吃饭的时间啊，就是要工作的时间啊，就是要这么过年过节等等各种各样的家庭的任何活动，都是因为你家庭是一个很圆满的家庭嘛，而且是很亲和的一个家庭嘛，所以呢，你就是必须的一切时间，除了工作以外，所有的时间都是要给家庭的时候，你也没有太多的修行的机会。那有些家庭不圆满，然后就是经济也不圆满，各种各样的，每天到晚都是努力，然后就是自己没有什么自由的时间，那就没有什么时间可以修持佛法。很有心想要修，但也是没有时间。那有些呢，就是这些都是圆满，但是完全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触佛法，所以就整天到晚呢，就是实践不知道怎么去过。实践就是有的就是实践，就是有的时候就找不到朋友，很无聊，找不到去，然后就是有些很多人去是打麻将啊，去什么就是这些做那个社交啊，这些各种各样都是要打发时间。因为这些人来说呢，没有经济的压力，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今天要顾家庭，明天要顾公司，后天要去做什么，没有这些的情况下，那么整天到晚都是把时间呢，就是浪费在这个有的没有用的那些上面，所以呢，就是非常的可惜嘛，没有办法接触佛法。那就是刚好接触了佛法的人，那就刚好时间也没有太大的压力，工作也没有太大的压力，经济也没有太大的压力，家庭也刚刚好，反正就是不会变成我们修行的障碍，那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就像那个我们在那个怎么说呢，共同外权性里面所讲的18圆满的下满人生，那就是真正的下满人生。所以呢，这个下满人生呢，就是怎么说呢，一定要珍惜，而且我们自己要经常观察自己，今天我是不是下满人生？那如果是今天我不是下满人生，那就是要努力，明天必须得要达到下满人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件。
那如果是在这个继续几天时间都不是下面人生的情况下，那我必须得要去改变，一定要达到下面人生，你这样去想。所以要知道这些，所以要学习啊。学习的方面没有达到这种效果的话，那学习有什么用呢？必须得要思维，而且必须得要改正自己过去不好的部分跟过去没有做到的部分，要改正过来。那么继续呢，就是一定要做的要更好。所以这样才是学习是有机会的，那么才可以修持啊。自尊自恋着扛着我。